付出，上天伊就看会到，家己无形之中内底，会当能够咱大师化身身处化无啦，虽然咱今仔日毋是为着同修化吉修业的，毋过上天他还是会看得到，他也会见佑着我们，因为咱有一片的心性，所以讲呢，咱人讲，虽然伊后天你减碳，毋过伊先天保。后天有可能你失到，因为你较无趁嘛，你伫道场付出比较多嘛，较无趁钱，毋过呢，先天它就会补贴，功德就会比较多嘛，那么呢，验不了难法相还，所以讲呢，关键是我们的思念。那么呢，咱的思念就是这些救援，这个是咱成前主。那么下一个思念，这叫做成法。一个道亲，当然呢，咱讲像囡仔生啊，你要想办法，咱讲家己的囡仔出事啊，你要安怎？阮妈定咧讲就即摆腹肚边加过来滴喙啦，腹肚边加过来滴喙，就讲咱的囡仔出事啊，无人食，你家己变，较早农业时代。时大人去，囡仔去生较济，无听讲无人食，因为时大人讲，感觉讲是因会做爸爸妈妈的责任甲使命，所以呢，大家拢是讲做大汉，佮拢栽培甲平安，所以讲呢，今仔日，咱大家拢花了这一个愿，咱都讲是诚愿而来，咱大家咱讲伫迄个弥勒真经里面来讲那么呢，我讲这啥？句话讲是啥物？迄个满仙多下士。我天齐道，我天齐道，多下士。我红莲仙下天中。咱就是其中一个，应该要相信，你一定要相信。因为咱求道的时阵呢，天公不老一迄个师父不老一菩萨，专门拢是道中下士，所以讲这点呢，我们真的要肯定自己这一点，咱是其中内底一个结束，那么呢，要来打帮助到，所以讲呢，我们是含愿无来，那么呢，咱一定要成愿而归，咱若无了愿而归的时阵，我们如何成就？所以讲呢，这个是讲咱的思念，你安怎讲，咱的道亲呢，会当较济呢，登上彼岸嘛，你用心帮助众生，你的树桃树的树，敢是？敢是？是咧，这句大家知影啥物意思嘛？因为安怎讲，这过去无我哪听人咧讲啦，就是讲。你拢无用啦，为家己拍算，因为你拢为道场咧拍算嘛，无遐济时间啦。所以老师伊会甲你的代志当做伊的代志，你若讲甲家己安排甲足好啊，你咧看敢袂过老师甲你安排？比一个连老人牵过拢甲伊做好，你敢爱去做？你就唔免。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，你用心帮助众生，无法度人去照顾着家己。这个照顾你家己，照顾你的代志，就是老师的代志。所以呢，伫这所在呢，就是头拄讲的嘛，上天会鼓舞千倍嘛。你需要的时阵呢，真的上天也是会慈悲啦，那么个人的这个风格无共，最后的结果嘛无共，但是真的那么咱去讲着众生亲还来讲起来，当然众生亲还，众生亲还呢，不是讲我都后天都卖成，都在先天就是众生亲还不是这样。
众生千万就是讲道场需要的，你互道场需要的众生千万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毋是讲吼啊，我即摆像大家讲讲我即摆前线没有或者没有前线啊吼，虽然是要上班吼，嘛无拢离道场啦，敢是安尼？毋是互我讲拢离道场安尼会没有啊？毋是讲大家咧上班就拢无离道场，嘛无讲是安尼。毋过大家拢伫道场有需要你的时阵，你互道场需要，这个叫做众生千万。这个叫用心千万。当然，佫有另外一种来讲起，当然咱大家拢爱用后天。有可能开始无定定后天爱较济，前天较少。然后到某个段落，有可能一半一半。有可能经济较会使啦吼。一半一半，半胜半反。那么佮再来的时阵呢，有可能是众胜千反。佮后壁迄个阶段是，就变成属于前线。这个是有一个阶段的，它是有一个阶段的。所以讲呢，随着咱的阶段呢，那么咱会牺牲奉献的，当然它就会不一样。所以讲呢，伫遮讲个人的努力的方向无共款。当然，最后的结果，所以毋是讲大家拢升仙，但是仙有大仙甲细仙嘛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虽然是升仙，毋过有大仙甲小仙。那么大仙甲小仙，就是讲因为咱伫在世所努力的方向，你所做的，那么所付出的，每个人的不一样，多跟少不一样。所以讲呢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嘛。头前这个是因嘛，头前这是因嘛，那么后壁这是果嘛。所以讲你头前努力的方向难对，后壁结果呢，就是好的，就是对的。你头前努力的方向无共款，相对的所结果出来的当然嘛是，无共。就是讲你付出偌济，你就得到多少。那么，再来呢？这就是迄个成田组基本功啦，培养实力，那么能量，咱一定要培养实力。培养实力就是讲，就是讲咱今日来上这个课啦，还是讲咱道场所举办的一些课程，还是讲什么活动，那么咱拢会当去参与、去学习的话，这就是培养你的实力嘛。因为你道理嘛捌，你讲啥物活动咱嘛知。那安尼呢，你的实力就是讲，你都能够，你拢有学着，然后你的能量是一个正能量。那安尼呢，你要去成就其他人，会较简单。无你家己的实力无够，你要去引导人，不可能。所以讲呢，咱培养实力、能量，那么咱爱落实伫洗修讲办行。